各位港澳及海外華僑朋友，今日呢條視頻我真係忍唔住要講，專門講俾所有計劃移居中山、準備裝修嘅港澳同胞、海外鄉親聽，千祈唔好再做裝修水魚，唔好再俾人利用因信息差而無故俾人溫笨，多俾10幾萬甚至幾十萬嘅冤枉錢。一直以嚟，我哋港澳同海外朋友想移居中山，幾乎全部都係靠睇 YouTube 上嘅資料、地產中介、裝修，呢個係我哋所有人嘅習慣，但亦都係最危險、最容易被人宰嘅地方。本地人根本唔認識，更唔知使用 YouTube 需要翻牆，所以喺 YouTube 平台上宣傳嘅公司全都係針對我哋外地人。YouTube 上面鋪天蓋地宣傳嘅中山地產中介、裝修公司，佢哋一清二楚，知道我哋外地人、港澳人、海外華僑、初嚟內地人生路不熟，完全唔清楚本地真實市價、消費模式、裝修行程。我哋係信息弱勢嘅群體，佢哋就專登找住呢個信息差，將我哋當成任佢哋宰嘅水魚，明目張膽做不公平嘅交易，報價直接高出本地市場價1倍、2倍，甚至更多。尤其係裝修呢一環，真係重災區。我哋習慣咗香港、海外嘅高消費水平同裝修模式，一落嚟中山根本唔可能幾日或短時間就摸透本地真實裝修價，亦都唔知道本地人用開嘅裝修公司佢哋真實報價區間。近幾年越來越多港澳海外人士回流移居內地，一大批裝修公司發現咗呢個商機，專門針對外地客戶坐地起價，專門做港澳客、海外客嘅生意，報價直接翻倍。完全唔講良心，好多同鄉同我講話自己已經貨比3家，點解都仲係俾人溫笨？我話俾你知真相，你貨比3家，俾嘅全部都係專做外地人生意、報虛高價嘅公司，根本冇接觸過本地人真正用開、性價比高、報價實在嘅本地裝修資源。你以為3家報價都差唔多，就係市場價，其實你喺佢哋設好嘅局入面，比來比去都係俾人宰。我自己親身經歷過，亦都睇住無數移居中山嘅同鄉、海外朋友喺裝修上面做咗水魚，白白多付10幾萬、20幾萬，裝出嚟嘅效果、手工、用料，全部都仲只係一般水平，真係睇到都心痛。今次我實在忍唔住，專門溫到2個同小區、同戶型、同面積、同裝修風格嘅真實案例，用數據同實景話俾大家知，中山裝修真實價格到底係幾多？ YouTube 上面嘅報價到底有幾水？到底有幾暴利？呢2個案例係同一個中山小區，毛坯單位、戶型、面積完全一樣。其中一個係 YouTube 平台，上面間裝修公司宣傳話裝出嚟要36萬。另外一間嘅業主一開始就知道係 YouTube 裝修公司會貴好多，所以就只係參考 YouTube 上面宣傳嘅裝修風格，揾咗一間中山本地知名嘅大型裝修公司估價，報價係22萬。一般人會覺得可能22萬就係呢個戶型嘅正常價，而且便宜過 YouTube 上嘅裝修公司咁多。但呢位業主好醒目，佢冇急住簽裝修合同，轉而喺小紅書上面揾到一間中山本地，規模唔算好大，但專做本地人生意、實在報價嘅裝修公司，最後全包落嚟，僅僅15.8萬就完整裝完晒成間屋。我親自上門參觀，實地拍攝咗呢間屋完工嘅全部實景，用料、材質全部都係品牌合格材料，手工精細，收口整齊，工期唔太遲，裝修過程溝通順暢，若中途出現小問題，裝修公司都第一時間上門處理解決，全程冇增項、冇隱形收費、冇坐地起價，業主從頭到尾都非常滿意，住得舒心又放心。咁一開始呢度就有個鞋櫃啦，包咗啦。咁呢度個弱電箱咧，下面咧就有WiFi 啦，同埋嗰個router 4條線咧就直接駁佢出嚟嘅，就駁電腦啦、電視啦係線直拉嘅，同埋2個房。風窗又包埋個風窗㗎。係啊，頂係一個燈膽。呢邊有個賭台。你呢度有風窗嘅。係啊，本就用呢啲叫即熱式熱水爐。電嘅。係啊，加窗嘅。係。有蚊網嘅。係。咁呢個都整咗㗎啦。OK。咁我哋講講呢邊啦。係，睇下廚房。呢邊咧就電視櫃包咗啦，專幫我鋪咗，同埋油翻同一隻顏色，原本同一顏色，所以你完全見唔到呢個柱嘅喺度嘅。係。係好靚嘅，係即係呢邊。呢邊係啦，係啦。係。同埋個天花咧就包埋個天花嘅。係。
咁啊，佢吊咗天花啦，隱蔽式嘅晾衫架呢個晾衫架可以曬下被啦，或者開燈啦，夜晚。地下就天然木嚟嘅。咁最緊要咧，啲罅咧係封密咗下面。第一個風控機啦，咁係釘嘅，吊燈啦，包咗啦。咁啊冇筒燈嘅，我唔想要筒燈。係全屋都智能嘅手機全部我識晒咗嚟。一翻嚟就幫我開晒我想開嘅嘢。OK， 即係我自己買，自己去裝，自己去。但係佢會幫你裝。佢幫你裝嘅啫。OK。本來咧佢就話3間房嘅。咁但係我打通咗嗰2個變咗一。即係你將個房加大佢。係啦。咁呢度都有喇叭啦，上面有2個喇叭嘅。哇！有張拖拉床擺住。係。咁你就可以瞓咯。咁因為延遲咗交貨啊。咁咧，我哋嘅合約寫明咧，延遲1日咧就罰10000分之1嘅，即係8蚊到1日啦。咁佢啱啱延遲咗10幾日，咁你就對翻呢條數，變咗我又冇罰佢錢，我就多咗呢個運石啦。OK。咁所以你簽合約嗰陣時咧，你 make sure 你係有嗰個延遲交貨個條款。係。個浴室啦，咁呢個櫃唔包嘅，廁所唔包嘅，但係其他裝修都包。即係呢個你自己買嘅呢個。自己買叫佢裝嘅。依間佢本來係陽台嚟嘅，咁我就封咗佢啦，佢包埋風窗，變咗間好似衣帽間咁咯。幾好喎！咁仲咁大。係啊，洗衣乾衣啊，或者咁咦，幾好喎真係。風窗佢包埋我嘅，咁你見樓上咧仍然有個晾衫架嘅。呢個已經係第3個窗嚟㗎咯。係啊，包埋㗎。OK，哇！咁3個風窗。係啊，咁呢個咧就。即係個晾衫架咧，呢個都係晾衫架，哇！係啊，即係有2個晾衫架嘅，睇到。但呢個就室內咯。係喎。嗰個就室外咯。OK。然之後呢度有櫃。係啊，有啲衣櫃啊咁樣咯。呢個第2個洗手間。即係你專登留個位喺嗰度。有個位乾淨房，但變咗個沖涼嗰度就會細咗啦。你明唔明啊？沖涼房其實都係裝風管機，因為。即係用料方面咧，我想知你係咩立邦啊？即係我唔知啦，但有牌子嘅。有牌子。咁佢就叫我去一間專賣磚嘅地方，有幾層高嘅。即係佢叫你去嗰度嘅。揀嘅，你自己揀，係啦。總之我揀乜，佢就照俾乜嘢啦。係啊，有好多選擇，好似呢啲玻璃咁，你都有牌子嘅喎。即係裝修個過程，有冇咩出現咩大問題？普通嘅木落去嘅，咁我叫拆咗個磚啦。第二一個地板啦，其實你見嘅地板好似好靚，其實下面通窿嘅，啲污糟嘢會藏到入去。咁我哋過年會翻嚟執翻嘅，咁所以我未俾晒錢嘅。即係呢啲嘢佢會肯同你執，你講咗佢會。係啦。OK。咁第3樣嘢，咁佢就做低咗，咁佢就點咧？佢就幫我鋸走咗呢個嘢，即係嗰個框，就算啦。我話唔得。你一定要幫我整翻一個欄上去，因為樓下一望上嚟咧，冇咗個欄咧，好大鑊。咁唔緊要啦，幫我鋸低啲。咁你開到個窗，我話唔得，我要原裝嘅欄，你換咗個窗佢，你俾錢。咁佢又肯佢肯俾錢，係啦。係咪準時咧？準時。翻11嗰個國慶節啦，即係冇開工啦。同埋咧就數幾多工作日咧，佢就遲咗12日。遲咗12日。咁就罰咧85蚊一日。8蚊日咧，大概1700蚊到啦，當佢係。咁但佢咧就幫我換咗啲石，就要收我錢嘅。咁大家對咗條數，算啦。OK，即係大家打和咁樣。係啊，大家打和咗，咁就算啦。即係如果佢真係遲，佢都真係肯跟翻去賠翻錢俾你。係啊，寫明嘅。係 OK。但做出嚟唔錯，其實我覺得。係啊。我覺得非常滿意喎。即係啲手工啊，各樣嘢你都滿意。係啊，成個過程都滿意。當然冇大公司做啲咁整齊、咁 organize 嘅。冇咁有系統嘅，但係整括嚟講，我係唔係幾合作嘅。我話要改嗰啲，佢又冇乜意義。我話你做錯咗喎，啲窗做錯咗，你又冇收我錢。你即刻答覆你啊！會嘅，好快嘅，微信好快嘅。一路個過程，佢有冇話後嚟又加你啲錢？冇，1蚊都冇加。我1蚊都冇加。即係咁，我印象中咧個陽台咧煙花咧都係冇咁靚嘅。但佢整咗出嚟係好靚嘅，佢都冇交我錢嘅。OK，係啊，但佢整咗出嚟係呢個係有少少 over expectation。OK，咁佢好嘅，佢有啲嘢其實佢幫我安裝埋嘅，例如電熱水爐，我買翻嚟佢冇安裝噶嘛，佢幫我安裝埋啦。甚至呢啲地插呢啲咧，佢都即係通晒啲線，
其實我啲水啊，真係你一開始要求佢又真係做到呢啲。係啊，完全 deliver 到嘅，完全係冇問題嘅。啊，同埋到最後咧，佢都有個油漆師傅咧，幫你點下啲花咗啲牆啊，嗰啲窿啊，咁先交貨俾你嘅。清潔晒先交貨俾你，清潔都清潔咗2次啊，其實。哦，做得好，啲手工。係啊，算好嘅，我覺得好。你睇下啲木嗰啲門咧，有冇斜啦？好準確㗎啲位。啊，咁佢掛開呢啲窿嗰啲位咧，全部都好準確嘅。封翻膠啦，咁我自己覺得都幾好嘅。最可惜嘅係，好多港澳、海外同鄉一聽到15萬幾就裝完成間屋，第一反應就係平嘢冇好，肯定用料差、手工差、偷工減料，完全唔願意相信內地中山真實嘅裝修市場價就係咁實惠，就係咁親民，反而寧願信 YouTube 上面36萬嘅虛高價，心甘情願俾人呃走10幾萬、20幾萬嘅真金白銀。我計下條數 ，YouTube 報價36萬，本地實在裝修15.8萬，平足20.2萬，差價接近2.4倍。20幾萬係我哋香港、海外辛苦賺落嚟嘅血汗錢，就因為信息差，就因為信錯咗平台，就因為冇接觸到本地真實資源，無緣無故送入人哋個袋，值得咩？我做呢個博主，初衷就係幫港澳同海外華僑安心、放心，唔使俾人呃咁樣移居中山。今日呢條視頻，我並唔係針對邊間公司，我只係揭露呢個行業利用信息差專宰外地人、港澳人、海外僑胞嘅黑心真相。我想勸誡每一位計劃嚟中山定居嘅同鄉，唔好再只信 YouTube， 唔好再被呢啲公司嘅宣傳迷惑，唔好再覺得貴就係好，唔好再做任人宰割嘅水魚。中山本地有大把實在、靠譜、性價比高、專做本地客嘅裝修公司，用料好、手工好、報價實、冇套路。價格只有 YouTube 宣傳價嘅一半，甚至更低，15萬幾就可以裝出舒適、美觀、實用嘅新家，完全唔使花36萬嘅冤枉錢。我哋遠離家鄉，移居內地，求嘅係安穩、舒適、性價比高嘅生活，唔係求被人宰、被人溫品。希望今日呢個真實案例，呢個實景實拍，呢筆實在數，可以叫醒每一位同鄉，以後裝修一定要溫本地人，真實渠道一定要對比本地市場價。千祈唔好再因為信息差，白白虧掉10幾萬、幾十萬。後續我會繼續發掘更多中山本地靠譜裝修、生活、置業嘅真實資源，同大家揭露更多移居陷阱，幫所有港澳同鄉、海外華僑喺中山住得安心、慳錢，唔使俾人呃。覺得呢條視頻幫到你嘅，記得點讚、轉發、收藏，話俾身邊準備移居中山嘅朋友知，唔好再有人做裝修水魚。